下我几层楼，失去曾往往是痛的需要。人生的当下我，是与非不必说。最后深情深系长流。缘分有，缘分有，伤了你，伤了我，好久缘分珍惜要把握。情难做，往往会做你对情要求。越对你手心越匆匆流。满天水水，看透有心血结，沉默是沉默地，在远方祈祷求。满天山水，看透有心血泪，沉默记得家，当残有心头。伤了你，伤了我，好久缘分珍惜要把握。情难走，我们从一对情要求。越对你手心越匆匆流。满天水水，看透有心血结，沉默是落地，在远方祈祷求。满天水水，看透有心血泪，沉默记得家，到残有心头。满天水水，有心血曾心有是我的，在远方祈祷求。满天水有心血曾为我记得家，到残有心头。满天水是说人那是远方记得家，到残有心头。咱老师伫即条歌当中，老师甲咱讲，咱爱把握当下的行坐卧。那么行坐卧就是咱日常的体育运动嘛，所以讲，是咱若会当安尼做的话，咱倒做当日常当中，那么真正会当建立起了即个道法。过落来，咱老师甲咱讲。你将道用于生活，即个道才是我的。我的圣人对一个是真中真下。如果你若要引导你厝里的人做伙来修道，咱就爱将道带入了咱家己的家庭。你先以身作则，表现互厝里的人佩服啊，咱才有可能咱有因，互因对咱修道。像一拄则讲的迄个故事共款。咱就是爱互厝里的人了解，伊爱来对咱。那么咱老师甲咱讲，古往的圣人对一个是真中真下，咱拢知影讲是真中真下，但是真要讲叫咱去真中，咱可能做袂到，因为咱嘛无迄个武道，因为咱无咧插政治，所以讲要真中，咱是真爱护，搁要真中，咱还阁无迄个武道。
但是若要讲真孝，咱有即个舞台无？敢有吼？每一个人拢有即个舞台通要真孝。可能咱在座有的人会感觉讲，啊，阮是大人，会都无伫啊，要安怎去真孝？敢会当？会无？共款拢会当。因为咱是大人，咱对爸母的即个孝是安怎？啥物叫做孝？是干那讲，啊，我做钱趁趁的，啊，就老教即个时阵，啊，我就转来厝看是大人，啊，包一个红包互伊的工一个好的，安尼就对啊，敢是？是无？毋是的，但咱若安尼做了，是大人，咱其实逐个拢做袂到。啊，咱袂输看见有个人咧饲咧宠物，迄宠物饲迄狗仔猫仔，我捌听咧，我听咧人家咧讲，迄伊饲诶狗仔猫拍一个骹树领，偌烦恼诶咧，就赶紧带去宠物医院去互伊看，啊，就安尼逐日代替伊洗身躯。啊，咱若是大人，年纪大，行动无方便，你甲洗一个身躯，袂敢会去甲洗。毋呢？啊，这社会福利做好诶，我请长照诶来洗就好。哦，足侪即种诶经历。啊，无但是安尼话，咱今仔日咱认为讲咱有真孝，但是实际上敢有真孝？无，即个孝了佫无够。那么咱老师甲咱主笔讲诶，咱就是爱行大孝。行大孝就是爱赶紧带咱诶爸仔母仔，伊较袂知道诶，咱赶紧带。伊有求过道，还阁毋知影道诶道理诶，趁伊还阁有心之年，行动还阁有方便诶时阵，赶紧带伊来学，互伊对道阁更加了解，这才是真正诶大孝。那么今仔日咱诶时大人无伫诶，咱要安怎？咱对道爱更加强。今仔日咱做诶是干做咱诶，咱还阁加上做咱时大人诶。咱做诶了，咱诶时大人就会当。互咱得意，就会当咱得到咱的回应，安尼伊才会当离苦得乐。互我讲的遮，咱各位听有听到？有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老师甲咱讲，咱爱上道出来，了咱家己的家庭。啊，各位有个人可能会认为讲，啊，我都有甲讲啊，啊，伊拢对我来，敢是？敢是各位有无？吼啊，了解者，咱厝里的人啦吼，包括咱的爸母，佮包括咱的子女，全部拢有求助的人，是毋是？哦，然后咱鼓掌一下好。啊，咱其他的也做无对。啊，咱其他咱讲落力去甲伊讲，这有啊吼，你有甲厝里的人叫伊来听到。有吼，啊，伊还无爱对你啦，伊还无爱对你。啊，加出去啊，你嘛使甲讲加出去，佫加一个家庭，无转来找吼。哦，啊，找一个家庭，咱毋是要哦，啊，真正讲诶，大部分拢有即种困扰，咱拢有迄个心要甲伊讲，啊，毋过人口话就是句话啦，讲就规讲啦。啊，听就规听啦，啊，讲到我有讲啦，啊，听伊就听你道理啦。啊，有个人囡仔若较有成就诶，伊佫会甲你讲啊，你着去听你诶啦，你也无法比我较济啦。为囡仔我哪会甲咱讲咧？啊，咱用即句要安怎？点伊咧？嘿啊，伊着讲你去听就好啦。啊，我也无做歹代志啦。啊，即个时阵咱就拢真正毋知要安怎讲。啊，即种经验真正足侪。哦，我嘛了解即种经验足侪。啊，即种经验要安怎？其实嘛是爱看咱的诚心，咱想办法去甲伊化解一点。啊，做会到袂？咱若真正有诚心，到尾有做会到。哦，我佮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我太好了。有一个分道，伊是做人的媳妇的，啊媳妇参婆婆，参祖囝参妈妈，
迄个关系敢佫有共款，佫无共款。活破参新妇，哦，迄关系淡薄较真正，较有功夫的吼。迄新妇人讲的讲水火不容干系，哦，即个新妇就是我咱参新婆关系嘛无好。第入来的时阵，伊嘛足想要甲做好啦，啊，无做到尾仔嘛是做袂好，啊，做袂好到尾仔咧，带久了后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新妇，我都莫甲你认就好啦，啊，就到尾仔变做安那，无讲话。那么这个新妇尾仔互人甲带去求道，伊带去求道了后，去参加三工的法会，三工的法会听落来了后，有讲着孝道。伊听的心内有一个感触，嘛知影讲真正道理好，啊孝道伊个回想着讲，以前做人的辛苦参与大家婆婆，安尼毋对，啊，着心内就有一个意愿，要改变即个关系。啊，即个伊闭班的时阵，就去问点老师，问点老师就伊讲，伊着就借这个来讲，讲伊要改变伊参婆婆的关系，啊，毋知要安怎去做。所以讲请教点老师，这点老师嘛真注意讲，安尼简单。明仔载你婆婆来起床的时阵吼，你赶紧伊还袂出来，你着摕一条鱼去放烟，你种个房间后头就捌等，伊若出来，你着讲，婆婆早安，啊着把棉花巾着甲倒去，吼，啊即个着即个讲，安尼就好啊，嘿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真正伊转去着对点老师讲，安尼就应该。真正第一天起来，伊婆婆问开去，伊就讲：婆婆早安。啊，面一倒去，因婆婆会安怎？我咱团队成员惊起来，你婆婆会安怎？惊住。啊，真是啊！你第一天吼，你看着，甲个拢无来，就甲咱家认一个了。就注意去洗手面啊！哦，啊，去互认即个吼，迄个媳妇吼。认一个，咱就去互钱写着来，我足艰苦的。就是敲电话互伊点老师讲，点老师无效，甲我认的啊，甲我讲话就注意点，你去个洗手边啊。这点老师就讲，赶紧，明仔载你著继续安尼做。伊讲，啊，咁你继续哦，今日去互认的，明仔载再甲我拍回。这点老师就讲，赶紧啊，你都有要改变，你著安尼做。啊，就点老师安尼讲。第二次共阮搁继续安尼做，真正因大家因婆婆都问过几个个，婆婆早安，哦，伊紧甲倒出去。即个时阵哦，就亲像咱先生讲的，啊，但是伊，你是有问题啊？每一个因婆婆嘛，都当摕面巾啊，就注意去浴室都去洗手面啊。哦，啊，即个就请就是敲电话点老师。点老师无效啦，伊遐即阵毋是我要改就好啦，我要改伊嘛就爱改，哦，开始讲理由安尼，我就真正真心安尼摕面巾互伊，伊第一次甲我认，第二次去甲我骂讲我有问题哦。啊，你我要改伊嘛爱接受啊，伊无改，干我改哪有路用？哦，讲一开始讲一个足不管的，啊，咱若就是安尼，咱逐个嘛安尼，毋对了后，感觉我著要做，啊，你都毋做。哦，开始批评，毋是咱无检讨咱家己，就开始讲，袂就爱相方面拢做伙改，啊无干那一件改无路用，我感觉讲起做道理，做道理的。然后伊甲点老师讲完了，点老师甲讲，我问你啊，你真正要改变恁的关系？伊讲有啦，啊无我莫请教，这点老师就讲好啦，你明仔就继续啦。哦，伊就我毋敢甲讲，我甲点老师讲，搁要继续哦。啊，真正做安尼就好。点老师我讲对啦，你搁真正啦要改变，你就继续。啊，点老师就安尼讲啊，然后啊，伊就嘛真正有迄个心要改变，所以讲伊就搁继续。搁继续的时阵，第三日，伊搁甲我，婆婆早安，你搁倒出来，伊时阵要讲的声足温柔啊，婆婆早安，无啥敢讲。哦，啊，即个时阵，因婆婆安那讲伊对者，
咱看到有时候打啊，下面紧的啦，咱拢做主意的。这个时阵因婆婆吼，怎徛落来？啊，互伊大头啊无讲话，伊身躯大会惊。哦，啊，拢无讲话，当即声才好啦。即摆因婆婆甲伊讲，我问你诶，讲即句讲我问你诶吼，哦，身躯加无可拢袂个。我问你诶，迄两三工你走去佗？伊身躯讲，啊，我迄两三工无去放一个一顿听三天的讲。因婆婆才讲啊，咱各位甲你诶讲。啊，即种方法，当时要搁开，你甲我讲我参与啦。啊，你即个关系有拍破无？拍破。啊，今日这位昆德就请伊若无安尼坚持，伊真正诚心安尼退出来，因婆婆敢会去互感化？袂去互感化。啊，因婆婆会安尼就是安那，两三日无伫诶，我想讲伊是走去倒调，即边对我遮好，毋知暂时咱讲诶话人拢会是安那。但是大事者就是欠人钱，真个对我好，你要通好。啊，结果因问起就是去参加法会，就感觉讲爱去辅导参加法会袂歹，伊要退入去。所以讲，咱老师甲咱讲，咱的表现爱互厝面的人佩服，只要厝面的人佩服，较会对咱做伙来成功。哦，好啦，咱老师甲咱讲，咱想看卖，咱今仔日。今生今世对咱的父母是真正真好，有顺从。咱有去鼓励着咱的父母，想看卖是啥物人生咱，用咱教育伊。这一切是啥物人互伊的？当个有个人感觉讲，我真正有成就，哦，我嘛趁做侪钱，这个成就就是我家己努力所做来。无对，这拢是咱家己努力所行。但是今日暂时细汉，咱的父母也是。人讲读西读字，安尼甲咱请了大汉，咱敢有可能会敢有今日个成就？无。所以讲，这一切其实拢是咱的父母所来的。那么咱爱知影，身为父母的，一世人拢是替儿女培到长大成人，较轻松啦。这个时阵做人儿女的，咱花一点仔时间陪在咱父母的身边，听因讲一寡以前的代志。听讲一寡心内想要对主母讲的话有无？哦，老师搁最后甲咱讲，咱安尼对待咱的父母。哦，咱在座各位姐妹，咱今日话拢是算做人的公啊、阿公阿嬷。啊，咱的主母敢有常常参咱讲我心内话，足少。啊，咱想看卖，咱嘛是共款。咱过去咱是对咱的时代人有时常咧讲一寡心内话啊，足少，真正足少。啊，咱来想看卖哦，而今个社会即摆有一个足新、足普遍的现象，六共年纪大有了后，脑筋就拢无啥灵光啊，啊，迄时阵就拢安那，人讲安那，老人痴呆啊。啊，感觉是大人啊，老人痴呆，你搁想要去参与讲一寡话，敢有法度讲？无法度讲。啊，所以讲咱拢爱好好啊把握。啊，而且佫有一个影片，互较来教互咱大家，这是大家单位当参加法会所录起来的。我已经那时候来啊，然后也感谢你啊，就这几年你这样子这么辛苦带着我们这样子，然后就很想你和啊，那你们这几年这件事情就发生，然后让你们担心，还有你们那么辛苦。我真的知道你的爸爸妈妈，我知道你的爸爸很爱我，我真的很怨恨你们，很怨恨你的爸爸从来没有对我关心过我，然后因为对不起，在国小到高中这段时间都被凌霸，没有跟你们讲，我以为我可以，
切，可是因为这2天上课感恩师跟师母他们这样子，还有感谢基督活佛好这样子给我加持，还有弥勒佛跟菩萨这样子，让我心情真的是沉淀了，能可以跟你这样子通话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真的其实真的很爱你，然后也很爱你跟爸爸，也很感谢你跟妈妈帮我带孩子，也感谢弟弟他也这样子帮我带子林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，很希望如果有一次访问，你们可以在现场这样子跟你们合作这样子，然后觉得谢谢你们这样子，真的很抱歉，我要好好的通过这几年，我要好好的相信你的爸爸这样子，然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了，谢谢你的爸爸，谢谢。谢谢，因为我快点，这个影片这就是，咱讲因大个单位非常纠葛完了后，非常这个好话，尾仔拢有一个好手，咱快点，这个影片咱有小可感动。有，有吼，咱若想，咱今仔日，咱的是大人，咱在座各位，咱的年纪拢较大。但是咱嘛回想看卖，咱已经伫细汉到这年纪遮大，咱敢捌甲咱的时大人安尼甲讲过一句讲，爸爸妈妈感谢你爱你，敢有？咱足少人讲会到，嘛足少人做会到，但是真正讲诶，咱老师讲诶讲，其实咱的父母替咱个囡仔做遮侪代志，其实伊干那要爱咱囡仔，藏咱同情到袂记。那么互咱嘛希望，而且互用咱一寡较年轻的今仔日咱若转去，咱认同讲互咱今仔日讲的话啦咱今日转去，若是有参时段带做伙，咱甲咱爸爸妈妈。甲讲一声讲，爸爸妈妈，感谢你，我爱你，安尼。若是无参时大人带做伙，咱转去甲阮一封电话甲敲一下，安尼甲伊讲，妈妈伊的心